今次呢條片講嘅呢，其實就係點樣考滑雪教練牌。大家好啊，我係你哋嘅滑雪教練 Lorraine， 咁我啲朋友都會叫我做寶寶。我係一個單雙兼修嘅滑雪教練，咁我冬天會喺日本，夏天我就會喺廣州融創同埋深圳。如果你哋有興趣了解我多啲，或者想揾我學滑雪嘅話，咁歡迎你哋去我嘅 description 嗰度揾我嘅資料。作為一個滑雪教練，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對得住學生俾嘅學費嘅教練。佢哋同我上完堂之後會覺得開開心心，又學到嘢，而且之後唔使走彎路。所以其實我一路都喺度上堂，一路都喺度進修。咁進修得多啦，好順理成章，亦都會能力上去。咁然後能力上去啦，咁咪順手考埋個牌咯。好似而家我係一個加拿大 CSIA 3級嘅雙板滑雪教練。喺加拿大嘅體系中，當你去到3級，你就開始可以向考官之路進發啦。大部分嘅體系喺你過咗3級之後，你就可以開始上一啲我哋叫 trainer development 嘅一啲 course， 因為佢哋覺得當你去到3級啦，就可以放心俾你去培養一啲新嘅教練。喺參加 trainer development 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學識點樣去將我哋嘅滑雪技術同埋知識傳授俾一啲新嘅滑雪教練。咁我自己都啱啱上完咗 trainer development 嘅課程，所以想趁而家資料仲新嘅時候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就係講下點解要考滑雪教練牌啦。第一件事就係因為相比其他嘅專業牌照，其實1級嘅教練牌真係好容易攞。咁我有好多嘅學生其實就係爸爸媽媽驚啲小朋友考大學嘅時候冇嘢好寫，於是乎佢哋一到14歲就掉佢哋過嚟同我哋上呢啲考試班。咁的而且確1級考試其實係都容易過嘅。咁好似同嗰啲其他嘅一啲專業技能高級嘅證照嚟到比，咁佢個投入係真係低嘅。你大概可能幾個禮拜你已經可以考到一個1級教練。咁其實大家都見到近年嚟好多叻叻豬嘅朋友都係咁樣去 post 自己，可能28日考到教練牌，30日考到教練牌。係啊，因為真係1級教練真係唔難攞㗎。如果你自己嘅本身滑行係冇練錯嘢，然後跟住你上堂嘅時候，你乖乖地睇考官係點樣教，然後你抄去嗰度出嚟，咁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過㗎啦。好啦，咁首先簡單介紹下加拿大嘅呢個滑雪體系啦。咁加拿大嘅呢個滑雪體系呢，咁其實呢，佢分為單板、雙板嘅。單板呢就係卡士，咁雙板呢就係叫做 CSIA。我呢條片呢，就主要會講 CSIA 雙板嘅考試。卡士考試呢，其實我哋都有另一條片嘅，都係由一個 Level 3教練嚟到分享嘅。咁你哋可以去睇一睇，咁我會放埋喺 description 㗎啦。咁 CSIA 嘅好處係咩呢？就係呢，如果你係鍾意去日本度做滑雪教練嘅，咁其實呢，日本呢係有承認某幾個體系嘅雙板證書嘅，佢係唔承認單板證書嘅。咁而 CSIA 就係其中一個 on list 嘅，被日本政府承認可以申請佢哋一個叫 Ski Instructor Visa 嘅一個證書。另一樣呢，就係呢，加拿大嘅證書體系呢，其實佢係國際滑雪教練聯盟 ISIA 裡面嘅其中一個成員國。咁呢個 ISIA 呢，佢其實呢就將教練就分咗做3個級別嘅。咁然後佢嘅成員國裏面呢，會再根據呢個 ISIA 定落嚟嘅呢個標準呢，就再按住佢哋自己國家嘅情況發展出佢哋自己嘅嗰一套教練體系。咁有啲國家呢，就會係分咗4級，例如好似加拿大同澳洲。咁有啲呢，就仲係3級，例如紐西蘭。咁然後呢，除咗級別之外呢，咁佢哋都會根據每一個成員國裏面佢哋自己嘅嗰個風土人情或者佢哋山嘅情況嚟到發展佢哋唔同風格。例如紐西蘭係比較偏冰嘅，加拿大係比較兩種情況都有啲地方好冰，有啲地方好粉。日本都會有佢哋自己嘅滑行風格，因為當地嘅人喜歡呢樣嘢啊。咁而另一樣嘢就係例如好似教學都會有好大分別，因為加拿大同美國係一啲
好 customer service base 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嘢就會好正面啊，好鼓勵性。咁點解會咁呢？因為嗰個國家嘅人民喜歡呢一種咁嘅風格啊。咁所以無論其實你係邊一個體系，我好希望你會做嘅就係唔係去踩低其他體系，而係去欣賞、去了解一下嗰一個體系點解會發展成咁，而佢哋嘅強項係乜嘢。舉個例子，好似中國去到而家其實都仲係未入到 ISIA， 咁但係如果真係有朝一日中國呢個系統係可以入到 ISIA 嘅話，佢哋嘅教學風格好有機會會直接話俾你聽，哇！你畫得好差，唔該你要做乜乜乜乜乜，因為呢一套係中國人好喜歡嘅一個教學方法。好啦，咁拉遠咗啦，咁講完其實每一個國家嘅體系呢，咁我直接就講 CSIA 佢嘅一級考試係點啦。咁 CSIA 一級考試呢，咁其實就分為 skiing 滑行同埋 teaching 教學兩部分。考生呢就需要兩邊都通過先至可以成為一個一級教練嘅。咁喺以前嚟講呢，其實呢 teaching 嗰方面呢，就係棘住最多華人學生嘅一部分。因為以前呢，其實呢淨係得英文考試，咁所以呢，如果呢啲考生英文唔好，好緊張嘅時候呢，其實好容易就會教錯，或者講嚟講去都講唔到重點。咁但係近年嚟呢，亦都出現咗好多英文考官配中文翻譯嘅班，又或者本身個考官自己就會識得講中文，咁所以通過率呢就會高好多啦。一級嘅教學其實好簡單嘅。你嘅考官其實會話俾你聽加拿大系統嘅教學理念同埋重點係乜嘢，我哋教學嘅時候應該注意啲乜嘢。加拿大嘅 teaching 呢，其實我哋嘅系統叫做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pproach（CTA）， 但其實喺 Level 1嚟講，其實考官唔會太深入去同你講 CTA 係點樣。更加多嘅情況呢，係你嘅考官喺嗰幾日呢，佢會係咁做一啲 sample lessons 俾你哋。例如點樣教你嘅學生去做 wedge turn 啊？喺呢啲 sample lesson 裏面呢，你嘅考官會將教學重點一路解釋俾你哋聽，即係例如點樣揀條雪道啦，點樣去同你嘅學生去溝通，點樣睇出學生嘅滑行嘅問題，然後點樣去俾一啲合適嘅練習俾佢哋。咁通常嘅情況就係你嘅考官做完一個 sample lesson 俾你哋睇啦。跟住佢就會嗌你哋模擬一下教你嘅同學，咁然後佢就會喺旁邊聽，然後佢就會喺適當嘅時候插入，然後俾一啲意見你哋。咁其實基本上就即係照抄咯。所以點解我話其實 level 1好容易過？因為你只要好好地去睇下你嘅考官係點樣教學，然後你做翻出嚟，咁其實基本上你就會過㗎啦。咁呢，其實 Level 1嘅 teaching 呢，其中一 part 好大部分就係小朋友教學，因為小朋友嘅學習方法同埋身體構造其實都同成年人唔同，所以需要有唔同嘅教學方法。你嘅考官會話俾你聽，教小朋友嘅時候有啲咩重點要注意，例如有啲小朋友太細，所以其實教練就需要留意佢哋有冇凍親啊，有冇餓親啊， energy level 點樣啊。另一 part 就係我哋會用好多遊戲去幫助小朋友學習滑雪需要嘅技巧。我記得喺我個 level 1嘅時候，我嘅考官同我講，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好嘅小朋友教練，咁你就首先第一件事 be a kid 都係一樣啦。總之你考官講乜你就照抄啦。有一啲通過嘅小 tips 呢，其實係好多人考試嘅時候會太緊張，所以會係咁講重複嘅嘢。我自己嘅做法係聽完個考官講嘅 sample lesson 之後，我返去會梳理一下。我自己鍾意整理咗個順序先，跟住然後喺中間每一個要點我都會諗一諗佢嘅 what why how， 跟住我就自己試講一次。到我第二日教學嘅時候，我就會用我前一晚整理出嚟嘅順序同埋邏輯去教，跟住再聽我考官俾嘅 feedback， 去到最後嘅模擬教學其實就會進步好大㗎啦。其實無論你考唔考加拿大一級，我都幾建議你哋去望一望佢嘅考生指南，因為佢裡面將一啲點樣教唔同階段嘅初學者
嘅一啲重點或者你可能遇到嘅問題講得好清楚，睇咗之後對你作為一個教練嚟講，其實都會有好大幫助。好啦，講完 teaching 啦，另一 part 咧就係大家好關心嘅滑行 skiing 啦。好啦，咁點解滑行咁緊要啊？因為示範 demo 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如果喺你講俾你學生聽你要做乜嘢嘅時候，配合一個好嘅 demo， 你個學生會即刻就明白，哦 OK 我要做呢樣嘢。如果你連示範正確動作俾你學生睇嘅能力都唔具備嘅話，你又點可以做一個稱職嘅教練呢？咁呢，其實呢 CSI 1級嘅滑行標準其實好低嘅啫。咁就話你可以自信地以平衡式喺中級度滑落嚟。咁但係呢個中級度呢個標準其實係加拿大嘅中級度。咁喺國內同埋日本嚟講呢，其實呢都已經係中高級度㗎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想穩陣地過，咁就梗係唔好向最低標準去要求你自己啦。咁點樣為之自信嘅平衡式呢？咁點樣評估你嘅滑行先為之自信嘅平衡式呢？咁其實 CSI 嘅評分標準好一致，亦都好容易睇嘅。如果以雪板表現嚟講，就係你滑落嚟嘅時候，你嘅彎圓唔圓啊？兩邊彎對唔對稱啊？可唔可以一路都控制住同一樣嘅速度，唔會越滑越快，越嚟越失控啊？咁點樣先為之真正嘅平衡式啊？平衡式即係你唔會喺你滑行中間出現一個 veg， 即係 pizza， 咁先至叫真正嘅平衡式。咁而一級嘅要求呢，速度其實唔係好快，中等速度就得啦。咁點樣可以達到以上嘅標準啊？咁其實就係你嘅身體喺度做緊乜嘢啦。CSI 喺講解滑行技術上呢，我哋用一個叫 skills framework 嘅嘢。skills framework 呢，喺而家呢刻呢，咁其實就分為5個要素： balance、rotary、edging、pressure 同埋 coordination。balance 好簡單啦，即係佢會睇你喺雪板上係咪可以維持平衡。rotary movement 呢，以前呢其實叫 rotation 嘅，咁但係後來呢 CSI 為咗指出呢個係一個下半身嘅旋轉動作，而唔係全身或者上半身大轉呢，就改咗名做 rotary， 為到更精準指出呢個動作嘅重點在於下半身嘅旋轉。簡單啲講，即係唔該你靠轉腿嚟到去改變你塊雪板方向，而唔係靠成身喺度轉嚟到令塊板改變方向。Edging 即係將你雪板嘅板印咬落去啲雪度，嚟到令到你唔會跣走。Pressure 喺 level 1嚟講呢，就係你可唔可以有 outside ski balance 啊？你喺你塊雪板上面會唔會太靠後或者太靠前，然後令到你板頭板尾飛起咗啊？喺以前嚟講呢，其實CSI 就係講 rotary、edging 同埋 pressure 呢3個 skills 呢，你要配合嚟用，令到你可以攞到 balance。而家就特登另外拎出嚟講，要 coordinate 嘅 movement， 即係適當嘅次序、適當嘅動作、適當嘅程度。咁而你呢幾個 skills 配合咗出嚟呢，你就可以達到我哋嘅滑行標準，即係圓嘅彎、彎形對稱，一路速度都可以控制得好好，各方面。咁有陣時我同其他 level 3或者以上嘅教練朋友喺度傾開偈，就喺度講緊大家帶學生去考教練考試嘅時候，無論係邊個體系，好多時啲學生其實都唔係好知道個標準係乜嘢，咁就會難過好多咯。有啲會走嚟同我講話，我識得倒滑㗎啦，但係嗰個唔係你嘅評分標準內容嘛，所以而家希望令到可以你哋了解多啲到底滑行考試大家喺度睇嘅係睇啲乜嘢。其實大部分嘅滑雪教練體系睇嘅都係你嘅身體動作引致嘅雪板表現，而隨住唔同嘅 level， 咁呢個雪板表現嘅要求亦都會提高。好啦，咁以上呢就係 CSI 1級嘅滑行嘅標準。咁但係當然啦，其實都係我對 CSI 嘅了解嚟嘅。咁如果你想聽一定唔會錯嘅解釋，咁當然最好就係問翻官方啦。
咁然後另外就去到一啲細節嘅問題啦。咁我都好明白大家嘅時間好寶貴嘅。咁我都成日會遇到一啲好有信心嘅朋友呢，就走嚟問我知道佢有5日啊。咁呢，其實呢，我覺得我都好 above standard 啦。我可唔可以淨係過嚟考試嗰2日啊？係唔得嘅。如果你有睇過 evaluation guideline 嘅話，咁你就會知道呢個係一個 ongoing assessment 嘅 program，即係佢由第1日開始，其實你嘅評估已經開始咗。咁如果你可以喺你嘅 course 裏面大概有70%嘅時間，即係大部分時間都可以表現出達到標準嘅滑行或者教學嘅話，咁其實你就會過。咁我亦都見過一啲例子係個學生其實可能係未達標，但係因為佢嘅進步好大，咁其實考官覺得佢將會達到，咁所以都俾佢過嘅情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做一個滑雪教練好容易，因為1級教練好容易過。當你去到越高級，你就越需要證明俾你嘅考官睇，你真係可以靠自己都已經達到嘅標準。好啦，咁咧你睇完晒呢個 video 之後呢，然後你覺得我都係想去考一考 CSIA 喎，咁我又想評估下，或者我想了解係中國或者日本考嘅話，咁你都可以歡迎你聯絡我哋。好期待見到你成為一個出色嘅滑雪教練啊！咁你覺得呢個 video 幫到你嘅，咁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嚟啦。Thank you。